家好，又係我裝修學堂啊，真好啊！嗱，今日講下咧，我哋開底翻嘅步驟程序，俾學緊師嘅朋友有啲概念。過嚟，基本上咧，我哋要度咧，幅呢啲牆身啦，個闊度啦，3個房門，幅嘅闊度係咪統一？爭唔爭得多？中埋個高度啦。我哋要物幅嘅頂嘅高度能唔能夠統一？下次主次如果能夠統一嘅話咧，咁我可以一手過啦，計料啦。嗱，基本上咧，我哋咧學緊筆師嘅朋友咧，覆晒尺寸，逐個嗱主人房嘅一個闊度、高度啊，同埋咧。攞瓶水兒覆呢牆身佢直唔直？企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再縮細少少咁 OK 噶啦，可以全部可以甩晒啲位，咁就可以開料啦。1、2、3、4、5， 8個框，我哋呢個8個框，準備開料。好。開晒料嘅時候咧，你要打呢個坑啦，呢個凹位。咁打呢個凹位有咩用咧？係俾泥水啊，或者油漆師傅咧，我嚟打埋呢個位，同埋封口線咧，可以冚得到嘅，啊，冇咁易爆灰嘅。留低的如重生的，不再改變，怎撐過人生的浩劫？差不多300人。
晚上也来，晚上也来，我就上来了。我们上次来了。冇撚流水嗰度。晒所有番之後咧，就咁度瓶水，全部點晒啲瓶水位先，放埋個瓶水匙，咁就可以今少一飯啊嘛，跟住再覆埋呢兩邊嘅企水，啱唔啱？啱嘅話睇點樣就法，咁啊大致上係咁樣啦。咁啊呢個番就可以埋低㗎啦，我哋呢個番。咁大致上咧，你可以睇翻我哋之前教過點樣裝梅花嘅視頻。咁我呢方面咧，我就唔中意再講啦，唔詳細去講啦。咁啊，變咗正面打釘啦，扳個高度嘅話，咁啊頂底可以收死啦。收死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呢邊可以加螺絲啦。基本上搞掂晒咧，幫佢加螺絲啦。咁基本上成個卡就完成咗㗎啦。咁跟住呢個視頻就到呢度，拜拜。